大家好，我係 Dr. Sebastian Chan，綠色碼學會 Six Sigma Institute 嘅總經理。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分享呢個由 CUSCS 開辦嘅卓越商業管理高等文憑課程。首先，呢個課程最大嘅優勢係達到香港資歷架構第4級 QF Level 4，而順利完成課程嘅學員，唔單止可以攞到由 CUSCS 頒發嘅文憑證書，仲可以同時獲得由我哋綠色碼學會頒發嘅2個專業證書，包括綠色碼綠帶同埋精益領袖。呢個學歷同專業資格將可以大大提升學員職場嘅競爭力。呢個課程有8個單元，包括卓越商業原則、質量管理、精益管理方法、管理策略、績效管理以及人力資源管理，重點幫你加強多方面嘅管理能力，建立高績效嘅團隊。咁點解要學綠色碼呢？綠色碼 Six Sigma 係現今商業管理中其中一種最有效嘅品質改善同埋流程改善嘅方法論。學識咗可以加強你數據分析同埋有助提升系統性解決問題嘅能力，同時可以培養你嘅領導力。課堂將會由業界同埋綠色碼學會經驗豐富嘅導師教授分享最新嘅管理知識同埋實戰經驗，幫助你喺國際商業環境中爭取卓越嘅成就。呢個課程已經舉辦咗超過10年，培養咗過百位人才，非常適合想提升管理能力同埋公司績效嘅管理者、創業者，同時適合想考取專業資格、增強自己競爭力嘅在職人士或者係畢業生就讀。想成為管理精英嘅一份子，你可以喺 CUSCS 嘅網站報讀。希望未來喺課堂可以見到大家，多謝。